出目前人，好，各位前贤请坐下。喂，咱前年，咱公益点所在地，咱公益助理，咱领袖，咱公益组长，咱同小在地，大家早安。你在早安。羡慕听师长，听议会，已经过过2个多月，所以人讲。日本岁日落，时间一天一天伫咧过，岁月一天一天伫咧过，所以呢，会使讲迄个时光啦、时间啦，绝对无咧留长啦，过就无去啊，过就无去啊，吼。今日嘛是伫咱义和圣堂头一班的这个2026年第一班的。道德经班啦吼，我相信讲这点过去咱王经理这嘛书一路来甲咱牵教，甲咱领导，甲咱教育，使我哋义和当初丰收内底对着这个道德经内底当中有一个概念，有一个了解着道德经过去。老祖甲讲的含义，过去而且当中呢，因为学校要含咱大家做一个改变，所以今仔日这个班，离经典的班啦吼，离当时离佛陀迄个时阵，拢叫做大乘经典。迄个大乘经典是大乘人咧听的一个经典。换一个解说，你小乘人，你中乘人。你听这听法，简单讲起来，小乘人是阿罗汉、释地法；12因法就是讲应觉菩萨、辟支佛；12因缘法、12因缘法就是咧讲辟支佛。那六度万缘法是咧讲叫做菩萨。那今日这个班应该是用菩萨的这个班数来听叫做大乘经典。那因为在离经典的内底当中，咱学校有感觉，迄个经典有一个共同点，咱学校今日咱分析，命咱讲的是咧讲这个物件，是咧当时武则天伊会讲着一首记，这首记若以过去来讲起来，因为咱学校离这个经典的好，真少发着这首记。伊内底解说，不过因为咱学校足大胆，甲提出这首记伊内底的看法，甲咱国语大家做参考。因为武则天什么叫做开经记？因为你对这部经典内底当中，迄开就是叫做开就是讲开始无一开这部经典伊来实义。你对这部经典伊的实际的要义若无了解，你这部经典看得到就是王道的物件。伊讲这个你唔知，不过伊有一个共同点的内底当中，所以叫做核心点。无论是什么经典，道德经也好，金刚经也好，六祖坛经也好，什么经也好，拢有一个共同点的物件。迄个共同点就是这几句，咱学校头一句就咧讲。武则天，伊甲你讲无上行深微妙法，头一句话是咧讲什么呢？咱今日大家做一个互相做一个做勉励。其实迄个无上，第一句话，第二句话叫做行深，第三句话叫做微妙法，这3句话内底，毋是咱讲的一头就讲无上行深微妙法，你念这话开经题。若经典显叫做照安尼念，当然伊是安尼写，7字一句，叫做记无毋对。但是因为伊记，这句记内底加3个重点内底，这个叫做啥？这个叫做核心，这个嘛叫做点。
所有的经典，所有的经典袂使离开这三步，离开这三步，就是参照你的拍题啊二点，那拍题二点，说法离心，拍法离心，所以人讲感情不离心，说法不离心，拍题不离点，那离开这个物件内底，我相信讲你今日才听这部经典。你的点下去做一个所在，你唔知，要伊就在开始你唔知影物件。所以伫迄个当中，咱学做好大。第一句话就讲叫做无常，迄无常，迄个无常是讲什么意思？迄个无常就是讲无比伊较悬的物件，而宇宙中无对立、无二元对立法的，迄叫做无常。有对立的，迄毋是叫做无常。迄个无常。就是讲，你无法度咱甲超过的意境，迄个讲啥物件？咱好用第一句话就是讲实相，第一句话就叫做实相。迄个实就是无虚的物件，迄个实相完全就是咧讲，咱家己有一个具体性的物件。但宇宙离开这个实相，换一个解释来讲起来，就是讲，你今仔日要画一个圆圈，要画一个圆圈。你若来离开迄个点，那安尼当中迄圆你画袂赢，所以迄个圆圈的点叫做矩阵，迄点叫做矩阵，迄点是袂使变的物件，无啥物物件会当超过迄点物件。但是迄点矩阵，你后你开始画，你若画，你点若无矩阵，你画袂。换一个解释，这部经典你若无了解到伊的实相的道理，什么叫做实相的道理？你看这部经典。拢是咧讲教义的物件，拢是咧讲研发的物件，无咧讲生活的物件。一部经典是一个真殊性的物件，互咱看咧个就变成变成因的生活的物件。所以咧，伊实相就是咧讲啦，就是咧讲绝对，迄个无当改变的物件。毋过咧澄清，伊第一句话就是讲啥物件，叫做观照。实相法则第一句叫做观照法则。什么叫做观照？迄个澄清、言气澄清。咱若看着经典，比如讲《心经》来讲，观自在菩萨行深法界，佛罗蜜多时照见我不该有。迄句第讲行深法界，迄个行深就是法界，法界就是爱行深。你行深，就是咧讲咱的实体世界的物件，行深。你挖水井，若挖无够深，你袂当挖着水泉。换一个解释，你今仔日要学澄深的经典，实相的经典，你若要用你智慧，要用你的智慧，你绝对袂当看到伊的实相的物件。所以，什么叫做观照？咱知影，《金刚经》13分内底，当时须菩提，迄个佛咧问须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有所说法吼，但须菩提甲回答，因为须菩提对第一分甲第13分来啊。须菩提甲讲，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所说法。是啊，佛陀讲三种12部经，伫经典讲到要哪去啊？你讲如来有所说法，迄个物件就讲，你今仔日你爱言气澄深的物件。言气有我的物件，什么叫做言气？你咧学一部经典叫做言气。我咧讲经典的当中叫做言气，迄叫做因缘生活的物件。但是言气澄深，就是讲你起来了后当中，你有生一个我积木，生一个积木，有一个我执、我能、我慢的我。如果你若伫经典上，你我说讲经典爱你死的。佛是甲你讲无所说法，现在无所法会当灭处3000大千世界众生，毋是无所说法，伊叫做说而无说，说而无说，叫做真说。我咧讲经的内底当中，我言起了后，离我的心我无执着，我无人甲我学了，我欢喜甲要害，无人甲受讲，迄落讲我无好，我受气甲要害，我无言起平等的物件。所以这个澄深的内底当中，就是咧讲，咱咧听经有智慧无？要听这个实相的道理有智慧无？伊
金刚经的84分内底当中，佛说如是清深经典，我将色德为愿，微闻如是之境。而金刚经14分叫做理上7月分，而佛道伊嘛甲你讲哦，所谓文说是经，合掌体类微吸，合掌恭敬特别佛言，彼有世尊。其小有的世尊，会当讲到如是深深的经典，如是深深的经典哦。我从细德会员，我自过去修到阿罗汉咱，我无法度听到佛陀咧讲到佛教，咧讲到深深的经典，这句话就是安尼讲。所以第二句话就是咧讲啦，就咧讲虚了观照。你虽然你咧看经典，但是你咧研究经典，你今日听佛经。咧听就听经，你有用你的智慧咧听，还是今日咱咧坐伫遮哦，有那个时阵啊，这个我相信今日这段上就是讲菩萨，大家对经典有兴趣，大家这段时的时候，如果今日咱啊对经典无兴趣，你来坐这做什么？好无？因为这种是咧讲大乘法的物件，大乘法无用智慧绝对听袂出来。所以，咱来第二个会深深，第三个会甲你讲啦，甲你讲叫做文艺法界。文艺法界伊第三个叫做微妙法。你也知影这文艺法界，文艺法界后壁一个法界，就是咧讲啥物件？讲智慧对不对？头前叫做文艺，伊的这个文艺含咱日后咧读的专业知识、专科的知识无相像哦。咱日后咧读专科的知识。是因为你读出来这个世间的内底，一定，比如讲你读会计，后日你要去食头路，要去做人会计。你今仔工程的，你后日食头路，要去做工程的。你护士读出来，后日要做护士的，这叫做专业的知识。专业的知识就是世间的用的物件，这无讲叫做法界，这讲叫做知识。但是伊后壁是个文艺法界。这个法界不是叫做知识哦，这叫做智慧哦。那智慧就是咧甲你讲，你会当学到了无上深深的智慧的微妙法，你会当成就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变化物件哦。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，一个鸡卵有形的，甲一个鸡卵无形的来做一个比喻。这个鸡卵无形的，就亲像世间人。咱日后咧读的迄个专业知识，伊学的物件，就是离这个世间要求财、要生活的一个功夫。敢是因为伊要成佛，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毋过呢，因为今仔日这个有形的技能，有形的技能就产生经典的。这个有形的技能，你甲无咧土地会出的，有形绝对袂出，无形绝对无袂出，这是一个绝对，这叫做重点。那咱今这份经典。是会当互你生活甲生活上的经典哦，毋知叫微妙，所以讲文艺法界第三个讲啥？但是文艺法界虽是伊是一个文艺，但是你要用观照。圣人讲的道理，你毋是用看，毋是用看文艺，你用观照。观就是用你的自性中，用你的智慧观照伊的内底伊的含义。换一个解释，用智慧看。简单讲就是安尼对，所以第微妙法，伊这三个无上深深微妙法。第一步就是讲啦，咱互用五个甲做解释。第一讲思想法界、观照法界、甲文法界，这第一个离佛教的三法界。第二就叫佛慧来啦，来叫做变化无穷，不离实相的法界。哦，英文叫做变化无穷，第二叫做变化无穷，不离实相的法界。经典哦，这部经典内底变化是无穷哦。你虽然看足济物件，千差万别的物件哦，而这千差万别的物件内底当中，伊无离开迄个实相哦。所以，甲你讲第三位讲微妙，微妙是不可言的物件哦。所以过去。佛陀伫娑婆地听到佛陀咧讲，伊讲虚有世尊，佛说如是深深经典，我就是为得咱的物件。
以前那个虚有世尊，虚弥小有，伫世间上面遇到你佛陀这种的智慧的人，真正我看，甚至我过去修阿罗汉道来，甲真我无了解阿罗汉顶悬奥条佛萨道理内底，各位，咱后面记住，咱今日是咧修佛萨道。第三步的就是咧讲啦，实相；第五个叫做佛，第三步叫做道。道德，道，就是咱今日嘅物件。道第五叫做啦德，道的演化叫做德。德佮延伸落来叫做经，叫做道经经。经就是解释叫做经过的物件，而经叫做不变的实法的物件，叫做道经经。而无上深深微妙法甲演化落来，而道经经三义就是咧讲无上深深微妙，这叫做要义。哦，所以伫当时六祖慧能，迄阵时阵伫迄个威气数的当中，伫头一页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安怎呢？但闻法了，但闻法了。我请教你佛陀法的重要性，但闻法了。重要的你这句话，自性本自清净，但用初心后面有啊，力量是什么？咁是这句叫做法了，这句叫做重点。咱今日咧讲，咧了解到经典的内底当中，这三叫做法了。咱讲嘅就是，你离开这三法了，无论你读什么经典，迄叫做趴题二点，讲道理心，说法。咱说法里面深深的说法，那安尼当中，你另外就是言说，辩言法，无讲到了实法。那道就是咧讲宇宙实相，无比比较悬，无有一种会当代替道的物件。老祖人讲一句话，讲安怎？我不得其名，强名莫道。我嘛唔知什么名，但是我讲叫做道。但是道伊演化。咱一个演化不离的演化，迄个叫做德。德就是讲，因为德去照耀道的轨道行，无离开轨道。咱人道，德，你是哪叫做德？你是哪叫做罪？你是哪叫做过？你是哪叫做错？罪过错，就是你无离开掉这个道义本身的法则去行，安尼叫做罪过错。你已经离开道的本质。你落去道伊的本源，落去道伊的本质内底，当然有对无？你无对，谁都无对，因为你已经对。后边迄个经，你无按照圣人所说的经义甲经典去行，所以你毋通形成一个叫做道德。所以伫老祖来讲安怎？三分，老祖来讲，离气相。而老祖的就第一分，甲你讲啦，叫做理；第二分，甲你讲叫做气；第三分，甲你讲叫做强。因为你对理道德经对第一分、第二分、佮第三分看啦，叫做理气相。这三分，甲你讲伊的实体。所以，当时孔圣人甲你讲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大学之道哦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知义之先。咁而呢，你是不是讲这物件？当时你中甲你讲，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为道，来呢，修道之为教，敢是咧讲这物件？其实你本体性的物件，咱讲这物件，后壁拢总是延伸的解说，后壁拢是延伸的解说，是伊里面都得到伊的实体安尼尔。所以呢，叫做理气强，但是咱之前在讲叫做性，性就是讲咱本性。咱的本性有啥物人会当去替代咱的本性？金钱敢会当替代咱的本性？所有伫第一段无上拢无法当替代的物件，迄叫做作废的物件。第二个物件，第二个物件，就是你爱虽然太阳，因为叫做无上太阳光叫做太阳光叫做智慧光照嘛。太阳，迄个光是对太阳出来，敢是？迄个光是对
办的出来，对太阳出来，但是迄叫做那无相清净，就是讲智慧。好，第三步叫做微妙法，因为太阳甲太阳光伊照射大地，大地会当千百万年的化现。今日咱若无太阳光，迄个热度，咱人拢大家拢无法度生活。敢是有微妙？所有的植物、所有的动物、所有的物件，若无有太阳光的热度，拢无法度生活。迄个叫做微妙法。毋过咱生活伫这个太阳光。咱听话，这个自然的法界内底当中，咱敢有感觉咱自然的法界？所以伫这个内底当中呢，咱甲你讲，性就是讲咱本性。但是第二句话就咧讲啦，就咧讲咱心，心能作天道，心能作地狱。咱的心多作用无一样，因为今日你认为这个心，当中对，所以咱说不离心。心就是往正能量，是往负能量。刚才讲起来，你安怎去，里面安去，当时佛甲你讲一句话，伊安讲，伊甲你讲，是法平等无二下，证明阿妙得了什么三无间。是法，你我这个法是一个平等，这个平等就是讲我的心完全面对着一切引起的内底当中，我无去面对法。所以你咱过去。咱六祖规定咱规定甲你讲，五八六七各一转，但用名言五十声。哦，伊即摆讲三心转四谛，转到迄个第三点，就是迄个平等心，迄个平等心无变，迄个物件，三心转四谛，心所作谛，妙观七谛，妙观平等心谛。啊，来咱台湾讲，伊平等心理内底当中心无变，是安怎咱心有变，无平等，啊是安尼。所以因为这句话澄清就是甲你讲，你要会平等，你要深根到里面去。咱今日去学道，咱是毋是像一般顶，咱咧动动差，毋是像一般顶，咱咧拜老天，毋是一般顶，咱咧拜神仙，因为咱家己就是对咱家己负责。咱家己的心情，对你的生死一代输因的负责，所以伊咱来讲啊，对心，但是心内底心，就是由你的心演化出来的物件。所以六祖甲你讲一句话：说通入心通，如一处虚空，微传见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伊现在咧讲，今仔日咱说通心唔通，咱说通心唔通，咱想讲啊惊死啦，啊做安那？咱是接尾才笑死啦！敢是安尼？咱随讲教一堆，但是咱的心无怎安尼做。这就是甲伊讲安啦，心三者无一定，无一定。心三者一定，即无分离啊！无相清净微妙法，三者不合理啊！是上法界、观想法界、文艺法界，三者不合理啊！佛智慧。甲什物样？甲咱的时阵变化无穷，而且实性的内底当中，三者不合理啊，道德经三义不合理啊。所以今日咱好感受伊的当然后壁，武则天都讲，无经典必受持，我解释的是头前这部是第三部的讲讲，有时间咱再甲咱读做一个分享。伊咧讲的，你看着哪？你闻着哪位？哦，见闻你要定啊！你要受持什么物件？唔知武则天后壁讲一句讲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希望我会当了解到这个实义。我甲你讲，武则天无得到人啊，无，因为伊金光经，伊六祖同第九经，伊就已经讲足清楚啊。哦，人问你武则天得到，我就答人讲，武则天无得到，因为当时六祖规定，因为用的时间要较请伊来。武则天要请伊咧用什么就歹，哦，这是因历史的过程。啊，虽然话少着，今仔日甲对40秒淡薄人的时间啦，吼，啊，你就含讲做一个共勉啦，吼，最后祝福各位各位心情愉快，学到有成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啊，总结起。
感谢府前的慈悲，钱到不，婚到不，我们再次以热烈。